覺得我哋嘅生活咧就係由唔同嘅片段組成，呢啲片段咧各自可能係冇乜意思。透過車個車窗望住窗外嘅風景，同我喺一個 viewfinder 嗰度去捕捉呢一個世界，其實都有一啲相似之處。咁如果喺一個不斷流動嘅影像之中，原來都有啲嘢咧係 catch 到你嘅目光嘅時候咧，嗰啲嘢應該係會係好珍貴。電影咧其實係將我哋生活好多支離破碎嘅片段去重組，令到佢成為一啲有意思嘅嘢。拍電影嘅人，我相信對於視覺啊係好有追求啦，即係等於你拍呢一套戲嘅時候，個主角究竟嘅車係點樣嘅款式嘅咧？一個乜嘢性格嘅人會坐一架咩嘅車嘅咧？隨心而生，隨心而活。Volvo S90